各位大家好，歡迎大家抽空出席商界展關懷計劃系統善用網上簡介會申請者專場。我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共創夥伴關係拓展同事，我叫 Jody，咁隔離同事叫 Cindy。咁簡介會咧，請大家注意以下事項。簡介會咧將會全程錄影嘅，簡介會完結之後咧，相關嘅錄影內容咧將會上載至商界展關懷嘅網站咧，俾大家查看嘅。簡介會咧中途如果有任何問題啦，歡迎隨時喺聊天室度提問，可以直接 send 俾主持人 HACSS_Q&A，我哋會喺最後嘅問答環節解答大家。請大家更改翻大家 Zoom 嘅名做你哋公司或者係機構名，然之後咧 underscore 你嘅名稱，係啦，我哋稍後咧都會記錄翻大家嘅 attendance 嘅。咁接下來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操作示範。咁歡迎大家咧喺我哋介紹期間咧，同步進入翻個系統，跟住示範進行操作。好，首先感謝大家多年嚟咧對我哋計劃嘅支持，無論我哋係踴躍咁申請計劃啊，定還是同我哋一齊同行參與我哋計劃線上或者線下嘅唔同 event。如果冇你哋嘅支持咧，其實我哋計劃真係唔會咁成功嘅。咁喺過去嘅1年半以嚟咧，我哋其實進行咗好多嘅工作，由我哋市場調查開始啦，收集咗好多唔同嘅意見，了解到咧我哋而家現今唔同嘅持份者對於我哋 caring 關愛呢一個字嘅想像同埋定義。我哋之後咧，我哋又同我哋嘅顧問團隊合作，咁我哋咧重新塑造咗我哋成個計劃嘅一個未來發展同埋方向。咁其中我哋計劃咧最大嘅一個改變咧，就我哋加入咗好多更加多唔同嘅可持續發展元素啦。咁期望咧，我哋可以同國際上面嘅可持續發展方向咧更加接軌嘅。例如我哋今次咧係加入咗基準表現評級啦，我哋會為企業咧提供一啲基準分析報告。當中咧，我哋仲會推出一個3星制嘅 logo。咁咧，我哋期望咧可以透過基準評級同埋 logo 咧，其實可以推動到企業啦喺可持續發展上面嘅工作咧不斷前進緊密同埋實踐。我哋可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進步嘅可持續社會。喺我哋注入唔同新元素嘅同時咧，我哋都好希望保持到計劃嘅初心。我哋可以推動到跨界別嘅合作共創，產生一個協同效應。我哋相信咧，我哋計劃會係一個好好嘅平台，俾大家一齊繼續合作共創，可以促進更加唔同方面嘅合作。今後我哋都好希望大家繼續參與我哋嘅計劃，喺我哋就住唔同嘅議題啦，去揾多啲唔同嘅 NGO 啦、社企啦、其他界別嘅其他企業咁去嘅夥伴，共同推動社會嘅可持續發展。今次我哋藉住今次 revamp 嘅機會咧，我哋咧都建立咗一個全新嘅網上系統，增加咗好多唔同嘅功能，咁優化咗成個嘅申請程序。咁我哋希望咧可以方便到大家使用嘅。我哋明白可能新系統咧一開始會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咁但係我哋系統咧其實仍然會持續優化同埋完善嘅。咁我哋期望之後咧，大家可以喺系統上面咧有越嚟越好嘅體驗。咁今日咧，我哋就將會為大家接下來介紹系統嘅主要功能。咁第一咧，我哋就會係講解個標誌申請程序、全新網上系統簡介、系統基本操作示範、表格 A、社區夥伴合作填寫流程、系統即將開放功能、標誌申請時間表，同埋最後都會有問答環節。首先咧，我哋第一部分咧會係標誌申請程序。咁咧，申請者係必須使用我哋嘅網上系統咧，去進行商界展關懷啦，或者同心展關懷嘅標誌申請。申請者咧，如果喺系統上面咧，係需要填寫6個部分嘅，包括企業或者機構嘅基本資料、聯絡人資料、表格 A 社區夥伴合作、表格 B 可持續發展工作、關懷大使、申請費用。填寫呢6個部分咧填寫呢6個部分咧，就代表咧，你哋係完成晒成個嘅申請嘅。咁申請結果咧，就會喺系統上面發布。咁然之後，同埋系統咧都會提供翻標誌啦、證書同埋報告俾我哋下載嘅。咁之後咧，我哋就會講解全新嘅網上系統簡介。今年咧，我哋係一個全新嘅網上系統啦。咁我哋而家介紹一啲我哋頭先講嘅新增嘅功能。咁系統咧提供咗一站式嘅網上申請，咁我哋唔接受紙本申請嘅。
同時間咧，我哋係會以聯絡人嘅電郵地址咧作為帳戶登入嘅，咁就方便翻企業啦或者機構你哋內部咧唔同嘅同事都可以登入翻個系統上面去查看資料。咁第三咧就係本年度咧，我哋嘅申請費用咧係需要由申請者去遞交嘅，我哋只會接受信用卡嘅電子支付。第四，我哋喺表格方面咧，我哋以往嘅表格3A 咧，其實今年就會變成表格 A。而以往嘅3B、3C 咧就會變成表格 表格 B。咁表格 A 咧，我哋係由申請者或者提名機構進行填寫嘅。咁我哋可以直接喺系統上邊咧對表格內容咧做出一啲嘅回饋嘅。咁表格 B 咧，我哋係主要就住申請者喺3個方面，社會、經濟同埋環境咧嘅可持續發展實踐裏邊嚟進行填寫嘅。最後，當我哋喺結果公佈之後咧，我哋可以直接喺系統上面咧下載證書、標誌同埋基準分析報告。系統咧係全新嘅網上系統咧，可以喺我哋商界正關環嘅網頁首頁啦，喺畫面中咧見到一個圈住嘅會員登入，咁你撳入去咧就會見到㗎啦。申請者咧同提名機構咧嘅系統首頁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咧而家主力會同大家講一講申請者嘅界面。咁入到申請者個系統界面咧，我哋主要分3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係左邊嘅目錄欄，第二部分咧係中間嘅操作界面，同埋最右邊嘅快捷功能同埋操作記錄。咁我哋先講講左邊嘅目錄欄咧，其實我哋可以係透過佢去到唔同嘅界面啦，例如我哋可以去到我哋嘅基本資料啦，同埋聯絡人資料，咁我哋可以進行更新。咁中間個界面咧就會有一個 banner 嘅。咁咧，如果click 入去嗰個上面嗰個計劃申請上面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標誌申請嗰個頁面嘅。咁同時間咧，我哋嗰個 banner 都會設有申請截止倒數嘅提示，咁大家可以到時留意啦。咁 banner 下邊咧會有一個待辦事項，咁佢咧會列出提名進度啦，同埋其他啲未完成嘅事項，咁咧就會提醒大家去完成翻。咁最後右邊咧會有一個操作記錄啦，其實係方便大家睇到大家喺系統上面咧做咗嘅咩工作，咁咧其他同事都方便對大家睇嘅。咁其他系統嘅功能同埋資料咧，我哋稍後都會慢慢咁樣更新咧，同埋優化嘅。咁之後咧，我哋就交俾 Cindy 咧去講解系統基本操作嘅示範。好，唔該晒 Joey，咁大家好啦，咁我都係嚟自共創夥伴關係拓展團隊嘅同事 Cindy 啦。咁接住落嚟咧，就會由我去示範新系統嘅操作，咁當中包括開戶、登入同埋標誌申請程序嘅。咁而表格 A 嘅填寫程序咧，就會由我另一位同事 Charis 去示範俾大家睇。咁首先咧，我哋呢家就示範咗嗰個開戶同登入系統嘅基本操作先。咁新系統咧，我哋係會以聯絡人嘅 email address 作為一個 login ID 嘅。咁每個聯絡人咧都會擁有一個自己獨立嘅帳戶嘅。咁所以請大家喺登入嗰陣時輸入翻 email address 同密碼去登入翻啦。咁留意翻就唔好再用以前嘅編號或者新嘅編號去登入㗎啦。咁如果唔記得咗自己 set 嘅密碼，咁大家都可以同樣喺登入頁面嗰度右下邊有個紅色圈住嘅忘記密碼咧去重設翻嘅。咁如果係無法登入或者需要揾翻個帳戶咧，咁就可以去綠色個圈住嘅位置去揾翻嘅。咁稍後我都會詳細咁解釋嗰個無法登入係點樣嘅處理嘅。咁而從未參加過我哋計劃嘅企業或者機構咧，就可以去紫色圈住嘅位置去進行翻註冊嘅。咁新帳戶嘅註冊咧，淨係適用於首次參加我哋參與申請標誌同埋符合以下資格嘅企業或者機構去續用嘅。咁詳細咧，大家可以去翻我哋個計劃網站度查看啦，或者睇一睇呢個 PowerPoint。咁今日就唔詳細喺度講㗎啦。咁以下就會首先講一講新帳戶註冊嘅程序。咁第一步啦，新帳戶註冊咧，都係要去翻我哋新系統網站登入頁面入邊點擊註冊帳戶。咁第二步咧，就要選擇翻自己註冊嘅類型嘅。咁如果係申請商界展關懷標誌嘅，咁請選擇翻企業作為個註冊類型。咁如果係申請同心展關懷標誌嘅，咁請選擇翻做機構為註冊類型。咁如果係政府部門嘅，就揀翻政府部門就可以㗎啦。
咁第三步啦，咁大家填寫翻，根據系統嘅指示填寫翻所有資料，同埋上載翻所有需要嘅文件之後咧，咁就可以提交註冊申請嘅。咁社聯咧，我哋就會喺5個工作天或以上發出翻個結果通知電郵俾大家嘅。咁如果之後大家賬戶申請獲得通過之後咧，就會收到一封結果通知電郵嘅。咁入邊咧就會附有一個賬戶密碼設定連結。咁大家點擊翻 email 入邊嗰個連結，完成翻個密碼設定程序，輸入翻新密碼之後撳翻確認設置。咁大家去翻登入頁面嗰度咧，就可以用翻你嘅 email address 同密碼就可以登入翻個系統噶啦。咁以上咧就係首次申請標誌嘅企業或者機構賬戶註冊嘅程序。咁接住落嚟啦，會講一講非首次申請標誌嘅企業同埋機構嘅登入程序啦。咁所有嘅現有聯絡人，即係曾經參加過我哋計劃嘅企業或者機構，而喺我哋系統登記咗或者記錄咗嘅聯絡人咧，咁佢哋已經喺今年嘅3月20號至25號期間，就會收到一個啟動網上賬戶通知電郵。咁你就需要撳翻 email 入邊嘅連結，去完成翻密碼設定嘅程序啦。咁當你入完密碼之後咧，都係撳翻確認設置呢個掣，咁就可以去翻登入頁面嗰度輸入翻你嘅 email 同密碼登入翻個系統嘅。咁如果呢家仲未收到啟動網上賬戶電郵通知嘅聯絡人咧，咁你哋可以揾一揾個 junk mail 先，咁有機會跌咗落去嗰邊嘅。咁如果都係揾唔到咧，就請個別再同我哋聯絡啦。咁以上咧就係一個比較簡單嘅開戶同埋登入嘅程序啦。咁對於呢 part 有問題嘅，咁大家可以去聊天室留低個問題。咁最後我哋 Q&A 嘅時間就會一齊解答嘅。咁接住落嚟啦，我哋就會講忘記密碼同找回賬戶嘅程序嘅。咁首先講咗忘記密碼先啦。咁呢個功能咧係俾一啲已經啟動咗賬戶但係唔記得咗密碼嘅聯絡人去用嘅。咁你首先可以喺登入頁面嗰度撳忘記密碼呢個掣。咁輸入翻企業或者機構名或者你哋個編號，跟住輸入翻喺系統登記咗嘅電郵地址，咁跟住你哋會收到一個驗證碼，咁之後輸入翻驗證碼，再撳翻設置密碼。咁咧留意翻啦，你哋可以喺企業或者機構名欄位嗰度咧輸入關鍵字去揾翻自己公司嘅名嘅。咁例如咧，你打測試呢兩個字咧，就會見到呢個位置咧會顯示所有有關測試嘅企業或者機構嘅。咁你哋撳咗嗰個設置密碼之後咧，重設密碼之後咧，你哋就會收到一封有關重設密碼嘅 email 嘅。咁需要撳翻 email 入邊個連結去完成翻個密碼重設程序嘅。咁設置咗嘅新密碼嘅頁面咧，你哋都會見到，你哋當前會設置緊係邊個 email address 嘅密碼啦。咁當你輸入咗密碼之後，就係撳翻確認重置。咁跟住就可以登入翻㗎啦。咁以上咧就係一個忘記密碼嘅程序嚟嘅。咁跟住落嚟咧，咁我就會講一講嗰個無法登入找回賬戶嘅功能。咁找回賬戶咧，淨係適用於企業或者機構賬戶中所有聯絡人，即係喺我哋系統入邊提供咗同埋登記咗嘅聯絡人已經離晒職，咁導致新嘅同事咧就無法透過以往嘅聯絡人電郵地址登入系統。咁都請大家要及時更新翻離咗職或者轉換咗崗位嘅聯絡人資料啦，就避免出現咗全部聯絡人賬戶都冇辦法登入嘅情況嘅。咁首先啦，找回賬戶嘅第一步咧，就係同樣都係登入頁面嗰度點擊無法登入，之後再點擊找回賬戶，之後大家就可以根據頁面嘅指示填寫翻資料同埋要遞交嘅資料。咁大家之後就可以等待社聯進行一個審核嘅程序。咁審核期咧就需要7個工作天或以上嘅。咁如果審核通過咗之後啦，咁大家會收到一封附有設置賬戶密碼連結嘅通知電郵。咁當你完成咗設定新密碼之後咧，就可以登入翻個系統㗎啦。咁而呢個成個程序咧，其實我哋都係為咗確保申請找回賬戶嘅聯絡人係嗰個企業或者機構所認可人士去進行嘅，咁保障翻大家嗰個賬戶安全。咁我哋都有啲注意事項需要大家留意下嘅。咁如果完成咗上述步驟之後，有收唔到通知電郵嘅情況咧，咁請大家檢查翻個垃圾郵件箱啦，或者注意翻係咪自己個機構或者企業嘅內部防火牆封鎖咗嘅，咁而所以令到大家收唔到個郵件。咁如果係因為防火牆封鎖咧，咁就請大家去同翻自己嘅 IT 部去跟進翻嘅。咁另外啦，除咗聯絡人資料之外咧，其他所有填寫嘅資料喺系統一
旦提交咗咧，就唔可以進行修改嘅啦。咁所以喺大家資料之前或者表格之前咧，確保翻所有填寫資料係冇錯嘅。咁有關開戶同埋登入嘅介紹咧，就嚟到呢度。咁同樣咧，大家有問題嘅都可以喺聊天室嗰度留低啦。咁接住落嚟咧，就係講下個系統進行標誌申請嘅程序。咁呢家首先同大家 recap 翻，我哋成個申請咧，其實有6個部分嘅。咁分別係企業或者機構嘅基本資料啦、聯絡人資料、表格 A 社區夥伴合作、表格 B 可持續發展工作、關懷大使申請費用。咁而表格 B 同埋申請費用嘅功能咧，就會喺6月嘅下旬至7月開放嘅。咁首先同大家示範咗進行本年度標誌同更新基本資料嘅工作先。咁大家係登入咗系統之後啦，如果想申請開始本年度嘅申請咧，咁可以喺左邊嘅目錄欄揀選計劃申請嘅2024-25年度申請，或者點擊 banner 中嘅計劃申請。咁之後啦，個頁面咧就會彈去一個申請細則嘅，咁請大家細閱同埋確認啦。咁細閱同確認咗之後咧，咁就會進入一個整體嘅申請進度列表。咁而呢個整體申請進度列表咧，會顯示翻頭先我所講嘅嗰6個部分。咁而呢6個部分咧，其實係冇任何先後次序去處理嘅。咁例如大家可以填寫咗聯絡人之後，先再更新基本資料都可以嘅。咁為咗接住落嚟，我方便去講解啦。咁我會順住由第一個更新基本資料咁度開始咁樣講落去嘅。咁首先啦，更新企業或者機構嘅基本資料嘅第一步咧，就喺整體申請列表中嗰度點擊翻更新企業或者機構基本資料嘅欄位嘅去完成。咁跟住系統咧就會跳轉咗去基本資料頁面嘅，咁填寫翻大家所需嘅一啲所需嘅資料，同埋上載翻相關嘅文件咧，咁就可以遞交噶啦。咁都留意翻啦，大家有啲必填嘅項目，咁大家到時留意翻嘅。之後咧，咁下邊咧第2部分係有一 part 叫做企業或者機構嘅可持續發展目標申報及廣告推廣事宜嘅。咁呢3個部分咧，內容一經提交咧，喺本年度咧就唔可以再做任何修改嘅啦。咁企業或者機構嘅可持續發展目標咧，所填寫嘅內容咧，淨係俾我哋社聯做資料收集同分析嘅用途嘅啫，咁就唔會作為一個標誌申請嘅核實準則嘅。咁填寫晒呢2部分嘅資料之後，就可以喺最後一步點擊提交。咁提交之後咧，咁呢個部分嘅狀態咧就會係整體申請進度列表更新為已完成嘅啦。咁如果企業或者機構需要申請改名咧，咁可以點擊基本資料頁面嘅右上方更新名稱，大家填寫翻所需嘅資料啦，同埋上載翻最新版本嘅 BR 同埋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同埋其他證明文件，咁跟住就提交申請，咁社聯就會進行一個審核嘅啦。咁留意翻啦，審核期咧都係需要5個或以上工作天嘅。咁如果大家想睇翻以前企業或者機構過往改過嘅名同埋相關資料記錄咧，咁同樣都可以喺基本資料頁面內點擊修改記錄去睇翻嘅。咁接住落嚟啦，會示範聯絡人。咁首先講咗聯絡人功能先。咁所有擁有網上帳戶嘅聯絡人咧，都可以登入系統進行操作嘅。咁亦都可以增加或者刪除現有嘅聯絡人啦。咁留意翻呢2個功能咧，係會影響佢哋嘅登入狀況同埋操作權限嘅。咁我哋都建議所有聯絡人咧都接受信息功能開啟嘅，咁確保翻所有聯絡人都可以接收到計劃嘅申請進度同埋其他最新消息嘅。咁同埋都請聯絡人同翻自己機構內部進行翻溝通啦，咁去及時更新翻離咗職或者轉換咗崗位嘅聯絡人資料，咁令到大家可以繼續順利登入系統嘅。咁喺進行示範之前啊，都有啲位置想大家留意一下嘅。咁由於新系統係以獨立電郵地址作為登入帳號啦，咁為咗帳戶嘅安全性同埋避免重複登入嘅情況咧，系統呢家設置咗1個聯絡人需要配一個獨立嘅 email 嘅。咁每間機構咧係必須提供最少3位聯絡人。咁我哋 set 咗咧就管理層、可持續發展負責人即係 CSR 同埋行政聯絡人係必填項目。
咁我哋都明白有部分嘅企業或者機構咧冇辦法提供咁多個 email address 啦，咁我哋都接納使用非企業或者機構域名嘅電郵地址，例如 Gmail 或者 Hotmail。咁但留意翻呢啲嘅 email 咧，必須通過現有嘅聯絡人去新增嘅，咁我哋係確保翻係同一個企業或者機構去授權使用嘅。咁喺填寫或者更新聯絡人資料時咧，都有啲注意事項，大家想留意下嘅。咁最多啦，可以填寫6個聯絡人嘅，即係最多6個聯絡人可以登入系統進行操作。咁今年有呢個改動咧，其實係因為我哋嚟緊嘅表格 B 啦，有機會係需要唔同部門嘅同事去填寫，同埋我哋喺咁多年都收到好多意見，都希望係增加多幾位聯絡人去登入翻個系統去進行操作嘅。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個系統設置咗最多6個聯絡人都可以登入個系統進行操作嘅。咁所有新增嘅聯絡人咧，都被允許進入系統啦，同埋進行操作。咁包括填寫、修改同埋提交提名表格等嘅。咁刪除嘅聯絡人咧，就會被即時登出，同埋唔可以再登入系統噶啦。咁呢個情況咧，我之後會再詳細講嘅。咁都有啲地方想大家留意下，就避免有導致系統錯誤同埋資料遺失嘅情況。咁首先啦，同其他人分享登入資料咧，咁係唔可以咁做嘅。咁我哋都想保障翻咁多位嘅賬戶安全性。咁第二啦，都唔可以同時登入同一個聯絡人賬戶。如果唔係，就會會出現咗被即時登出系統嘅情況。咁第三啦，都唔好同時編輯同一份表格，咁當中包括基本資料、表格、聯絡人資料，因為咁樣咧係有機會導致部分資料填完之後唔見咗。咁請大家留意翻呢3個部分係唔可以咁做嘅。咁關於秘書同助理呢個位置咧，咁而家喺系統入邊嘅管理層欄位咧係可以填寫秘書或者助理嘅資料，咁佢哋嘅資料咧淨係會作為社聯同嗰個管理層聯絡嘅用途嘅啫。咁嗰個秘書同或者助理咧係唔會擁有聯絡人帳戶嘅。咁如果佢哋想登入系統進行操作咧，咁就必須要新增佢哋作為其中一個新嘅聯絡人。咁而家都會詳細示範個更新聯絡人資料步驟嘅。咁首先啦，第一步喺整體申請進度列表嗰個欄位點擊去完成，之後新增管理層 CSR 負責嘅工作人同埋行政聯絡人嘅資料。咁大家喺添加呢啲聯絡人資料嗰陣時咧，撳添加人員，之後填寫翻佢哋所需嘅資料，跟住就記得撳翻確認保存。咁如果冇點擊呢個確認保存咧，咁已填寫嘅資料咧會喺頁面更新之後會被清除嘅。咁所以喺填寫完呢啲資料，記得撳翻確認保存呢個掣。咁如果企業或者機構有需要添加其他呢頭先我所講嘅管理層 CSR 行政聯絡人以外嘅其他3個聯絡人咧，咁可以點擊左下角嘅添加聯絡人。咁請留意翻啦，每間機構或者企業咧最多咧就係可以擁有6個聯絡人嘅啫。咁如果要新增其他聯絡人嘅資料咧，都係同樣要點擊添加人員，填寫完資料之後撳翻確認保存。咁完成晒所有新增聯絡人或者更新聯絡人資料之後咧，咁佢哋就會被添加嘅聯絡人咧會收到一個電郵通知嘅，咁佢哋就可以點擊電郵內嘅連結去設定翻個密碼去登入翻個系統。咁以上就係添加聯絡人嘅步驟啦。咁跟住接住落嚟咧就會講刪除聯絡人呢個功能嘅。咁如果企業或者機構本身喺系統嘅聯絡人咧已經離咗職或者轉換咗崗位，或者唔再負責我哋計劃嘅所有事宜咧，咁你可以係撳刪除呢個掣。咁確認刪除咗聯絡人之後咧，嗰個聯絡人嘅帳戶咧會被即時停用，亦都唔可以再次登入同埋進行操作㗎啦。咁所以請咁多位機構或者企業嘅朋友咧自行溝通同埋商討，先好進行呢個嘅刪除聯絡人呢個操作嘅。咁而被刪除嘅聯絡人啦，都會收到有關帳戶被停用通知嘅電郵嘅。咁當大家完成晒更新所有聯絡人資料之後咧，咁請點擊完成全部聯絡人資料更新呢個按鈕。咁撳咗呢個按鈕咧，嗰個整體申請進度列表咧，更新聯絡人資料嘅狀態咧，先會顯示為已完成嘅。咁所以大家記得撳呢個掣啦。
咁喺更新聯絡人資料呢個頁面咧，咁我哋都有其他功能嘅。咁首先講一講啟用聯絡人啦。咁如果企業或者機構唔小心刪除咗聯絡人，咁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已刪除嘅聯絡人咧，會記錄咗喺已停用名單入邊嘅。咁如果要復原翻呢啲唔小心被刪除嘅聯絡人帳戶咧，咁都需要由同一機構嘅其他聯絡人登入系統，跟住去點擊啟用，去復原翻相關帳戶嘅。咁同時咧，對方都會收到一個重啟帳戶嘅 email 嘅。咁佢哋可以跟翻 email 嘅指示去 set 翻密碼，登入翻系統就可以㗎啦。咁因為聯絡人嘅電郵咧係用作系統登入用途啦，咁所以係唔可以隨便修改嘅。咁如果需要更改聯絡人電郵咧，請使用新增或者刪除聯絡人嘅功能。咁我哋喺新系統咧都可以俾聯絡人轉換身份嘅。咁大家可以透過點擊轉換身份呢個 button 去將聯絡人嘅身份互換啦。咁例如喺畫面中，管理層陳大文係可以同可持續發展工作負責人張小文互換身份嘅。咁但都請大家留意翻啦，整體咧必須維持至少一位管理層、一位 CSR 嘅負責人同埋一位行政聯絡人嘅。而我哋系統咧都可以俾大家選擇係咪揀接收有關我哋計劃嘅申請進度同埋其他消息嘅呢個功能嘅。咁留意翻 CSR 嘅負責人同行政聯絡人咧，我哋已經喺系統度預設咗佢哋係為必須接收訊息嘅，咁確保大家都可以收到最新嘅通知同埋提示。咁以上咧就係關於聯絡人嘅詳細介紹啦。咁接住落嚟咧就會講一講關懷大使嘅。咁關懷大使嘅操作咧，咁首先都係同樣喺整體申請進度列表入邊點擊填寫關懷大使嗰欄嘅去完成。咁申請者咧就可以推薦最多3個員工成為關懷大使啦。如果推薦多過一位員工成為關懷大使咧，可以點擊右左下角嘅新增關懷大使嗰個藍色 button。咁當你哋全部嘅資料填寫完成咗之後咧，咁可以點擊確認提交。咁留意翻啦，一旦確認提交咧，所有資料都唔可以修改㗎啦。咁如果企業或者機構已經成功獲發我哋今年度嘅標誌咧，咁佢哋推薦嘅員工咧都會獲得由我哋計劃發出嘅個人數碼證書嘅。咁我哋計劃暫時對於關懷大使嘅角色都冇同埋需要履行嘅工作咧定下任何規範嘅。咁但係我哋都仍然鼓勵佢哋持續並積極地喺企業或者機構內部推動翻社區參與工作。咁如果企業或者機構確定今年度唔推薦員工成為關懷大使咧，咁都需要撳翻入嚟呢個頁面，咁去點擊不推薦任何關懷大使。咁同樣啦，一旦確認放棄推薦今年度嘅關懷大使咧，咁之後都唔可以做任何修改㗎啦。咁留意翻，無論有冇推薦關懷大使，都要點擊入嚟呢個頁面去完成呢個部分。咁出面個進度列表咧，先會見到呢一 part 顯示已完成嘅。咁接住落嚟就會講表格 B 可持續發展工作同申請費用功能嘅最新消息嘅。咁表格 B 可持續發展工作及申請費用呢兩個功能咧，就預計會喺今年嘅6月下旬至7月開放嘅。咁表格 B 嘅內容咧，會同申請者整體嘅可持續發展工作相關啦。咁呢個部分呢個表格咧會分成3個部分，包括係社會、經濟同埋環境嘅。咁詳情咧就會喺5月20號及21號喺灣仔會展舉行嘅 S+ 高峰會暨博覽2025年內公佈嘅。咁我哋誠邀大家出席呢個 S+ 高峰會暨博覽2025，咁去最新獲得有關嗰個表格 B 嘅詳情。咁稍後啦，我哋其實都會有一個網上簡介會去介紹翻表格 B 嘅內容嘅。咁好似我頭先咁講啦，繳付功能咧同表格 B 咧係會一同開放嘅。咁申請費用咁留意翻，今年係會由申請者去繳交嘅。咁佢係一個一次性費用，申請費用咧為600元。咁同提名機構嘅數量無關，即係無論你有幾多間提名機構咧，都只係需要俾一次錢嘅啫。咁今年咧係會以信用卡作為支付嘅功能啦。咁只有政府部門可以用支票去繳交嘅啫。咁留意翻咧，已繳交嘅申請費用咧，我哋係唔會退還嘅，亦都唔可以做一個免稅嘅申報。咁接住落嚟啦，就會由我同事 Charis 詳細講解翻表格 A 社區夥伴合作嘅填寫流程。以下時間就交俾 Charis。
Hello，大家好，我係社聯Carry Company Team 嘅 Charis。咁唔該晒 Cindy 先啦。咁以下落嚟咧，我哋會重點同大家講解一下咧表格 A 社區夥伴合作嘅填寫嘅程序嘅。咁表格 A 咧，總共咧就有5個準則嘅，咁就包括準則1參與義務工作，準則2樂於捐助社群，準則3傳授知識技術，準則4為弱勢社群提供工作機會，同埋準則5選購產品或者服務嘅。咁只要最少咧有2個或者以上嘅準則咧，係由申請者同埋提名機構雙方去共同確認嘅話咧，咁就係符合咗表格 A 呢一部分嘅資格㗎啦。咁各位企業啦同埋機構咧，咁其實咧就可以透過2種嘅方式咧去完成表格 A 呢一個部分嘅。咁第一種咧就係主動去發送提名邀請，咁即係由你哋企業啦或者機構本身去負責填寫表格 A， 而 NGO 即係提名機構咧就負責確認表格嘅內容同埋提交表格㗎。咁而另外一種方式啦，就係被提名成為商界展關懷企業或者係同心展關懷機構。即係被提名成為標誌申請者，咁意思咧，即係表格 A 咧就會係由提名機構嗰邊去填寫，而企業啦或者係機構啦，即係大家啦，咁就係負責確認同埋確認嘅內容啦，咁同埋提交表格嘅。咁無論用邊一種方式都好啦，咁簡單嚟講咧，其實就係指發送提名邀請嗰方咧就會負責填寫表格 A。而被邀請提名嘅一方咧，就係負責確認同埋提交表格嘅。咁首先講解一下發送提名邀請嘅程序先。咁如果要向提名機構去發出邀請嘅話咧，咁喺登入咗系統之後啦，咁第一步就係要喺2024-25年度申請嘅整體申請進度列表上面咧，揾翻表格 A 社區夥伴合作呢一行。然後 click 翻最右手邊嘅去完成嗰個 button 嘅，之後咧就會見到畫面顯示呢一個表格 A 嘅狀態列表。咁咧需要喺我發出的邀請嘅呢一頁裏邊咧 click 翻中間嘅邀請合作夥伴嘅藍色 button。跟住咧畫面咧就會顯示表格 A 填寫要求及細則㗎啦。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花少少時間去睇一睇呢啲細則啦，了解翻表格 A 嘅填寫要求先。咁睇完之後咧，就可以 click 翻最底藍色確認button嗰個 icon 去翻下一步嘅。跟住咧，各位咧就可以透過我哋系統咧去揀選翻你哋希望去邀請嘅提名機構。咁點樣先可以揀到咧？咁可以咧就喺選擇合作夥伴呢一個搜尋框，即係合作夥伴名單嗰度咧，直接輸入翻提名機構嘅名啦、編號啦，即係以 Y 字開頭嘅機構編號，或者係用關鍵字搜尋你嘅合作夥伴都係可以嘅。咁就好似而家畫面見到咁樣，只要輸入咧測試2個字咧，系統咧就會出現個名有呢2個字嘅機構選項。各位咧只需要揀翻啱你哋想要邀請嗰一間提名機構就可以㗎啦。咁而揀好之後啦，就可以撳確認下一步。咁你同咧合作夥伴嘅表格 A 咧，其實就已經開啟咗㗎啦。咁當撳咗確認下一步呢一個掣之後啦，咁你希望邀請嘅提名機構咧就會即時會收到 email，咁通知佢哋咧你已經係開咗一份表格 A 啦。咁同埋呢一份合作表格咧，係會由貴企業或者係機構去填寫，即係由標誌申請者嘅一方係填寫嘅。咁如果咧你喺合作夥伴名單嗰度咧揀唔到你想要邀請嘅提名機構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代表你嗰個對方你想提名嗰個機構咧，咁其實咧佢係未有呢個網上系統賬戶㗎，咁即係好似依家畫面見到咁樣啦。咁你打咗個關鍵字之後咧，但係 search 唔到嗰個提名機構嘅任何資料喎。咁即係其實咧佢係未有呢個網上系統賬戶㗎。咁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咧？咁各位咧就需要喺邀請翻嗰間嘅 NGO 去申請翻呢個網上系統賬戶先㗎。咁首先咧就要喺確認下一步嗰個藍色 button 嘅下面啦。咁大家咧會見到一個寫住按此發送嘅 button 㗎。
咁 click 一下呢個 button 之後咧，然後咧就可以按頁面嘅指示去填翻嗰間 NGO 嘅基本資料，跟住咧就撳發送邀請電郵。好，click 咗發送邀請電郵呢個掣之後啦，咁對方咧隨即就會收到由系統所發出嘅邀請電郵㗎啦。咁就通知佢哋啦，為企業或者機構咧希望邀請佢哋參加商界展關懷計劃。咁同埋咧就係邀請佢哋咧去網上系統自行去提交呢個賬戶註冊申請㗎。咁而各位啦，同時亦都可以喺表格 A 狀態列表嘅右上角，咁撳一下電郵邀請記錄呢個 button，去睇翻自己發送過嘅電郵邀請嘅 record 嘅。咁之前我嘅同事都有提過啦，咁註冊賬戶嘅申請咧係需要5個或者以上嘅工作天去核實嘅。咁當社聯咧係核實咗你哋嘅合作伙伴嘅註冊賬戶申請之後啦，咁各位咧咁其實就可以喺呢一個合作伙伴名單裏邊咧直接去揀到嗰一間 NGO 即係提名機構㗎啦，然後咧就可以開始去填寫表格 A。咁但係咧，如果過咗一段時間之後都仍然未可以咧喺合作伙伴名單裏邊揀到嗰間提名機構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建議大家咧就可以直接同嗰一間嘅提名機構去溝通，並且咧提醒對方盡快去完成嗰個註冊賬戶嘅申請㗎。而成功喺合作伙伴名單嗰度揀選咗提名機構之後啦，咁各位就可以開始填寫表格 A 嘅內容。表格 A 咧裏邊咧有標注紅色星星嘅部分咧，咁就係一定需要填寫即係必填嘅項目啦。咁我哋建議咧，各位喺填寫表格 A 之前咧，咁都可以先睇一下表格嘅內容咧，包括咗啲乜嘢嘅。如果需要下載表格內容嘅話咧，咁就可以 scan 我哋畫面呢個 QR code 去 download 咗先，又或者喺我哋商界展關懷嘅計劃網站裏邊咧，都可以直接下載得到㗎。咁而除咗睇咗表格內容之後啦，咁我亦都建議各位咧可以先同你哋嘅提名機構去做一個充分嘅溝通啦，咁確保雙方咧對所要填寫嘅準則嘅理解係一致嘅，咁先至咧去開始填寫個表格。填寫完表格 A 嘅準則部分之後啦，咁各位咧係需要填寫埋對本年度同埋未來合作嘅意見嘅。咁留意翻啦，整體合作開心指數啦，即係畫面見到依家揀哈哈笑呢一 part 咧，咁其實咧就只會係作社聯內部參考同埋統計嘅用途嘅啫，咁並唔會向你哋嘅提名機構顯示啊，或者係作個別公佈嘅。咁而喺開心指數下邊咧有2個文字嘅輸入框，咁呢度咧係俾大家寫低翻你哋對本年度整體合作嘅意見啦，咁同埋對未來合作嘅期望嘅。咁呢一部分嘅內容咧，係各位同埋你哋嘅提名機構雙方都可以睇到嘅。咁填好晒成份表格之後啦，就可以撳立即邀請，去向你哋嘅提名機構發出提名邀請。咁嚟到呢一步咧，咁其實就代表你哋已經完成填寫咗呢一份表格 A 嘅啦。咁喺呢度咧都提一提大家啦。咁喺表格填寫嘅途中啦，大家都可以時不時 click 一下儲存呢一個 button。咁就避免咧，因為網絡唔穩定嘅等等嘅原因咧，而導致填咗嘅資料咧係可能會唔見咗啊咁樣嘅。咁當成功發出咗提名邀請之後啦，各位咧就可以耐心咁等待你哋嘅提名機構去睇翻份表格嘅內容啦。咁點樣先至可以出翻個邀請咧？其實係咪真係成功咁樣發出咗咧？咁各位咧，其實可以留意翻自己咧有冇收到已經成功發出提名邀請呢一個電郵通知嘅。咁同埋咧喺系統表格 A 社區伙伴合作嘅我發出的邀請呢個位置咧，咁嗰份表格嘅邀請狀態咧，咁亦都會由未發出更新為已發出嘅。當提名機構咧收到為企業啦或者係機構嘅提名邀請嘅時候咧，咁首先咧佢哋咧可以檢視翻份表格裏邊嘅內容㗎。如果咧佢哋覺得係可以接受呢個提名邀請嘅話咧，而成份表格嘅內容又係正確無誤嘅話咧，咁佢哋咧其實就可以確認同埋提交表格㗎啦。咁如果咧提名機構發現表格內容係有錯漏嘅喎，咁佢哋咧就可以即係透過系統啦，去要求你哋啦，即係申請者去修改翻表格嘅內容嘅。咁當要求修改呢個操作指令發出咗之後啦，
咁貴企業啦或者機構啦，咁就會收到電郵通知，並且咧可以喺封電郵裏邊咧睇到對方要求修改表格 A 嘅原因嘅。跟住咧，各位申請者啦就可以登入翻去系統裏邊咧進行表格內容嘅修改嘅。咁首先啦，就係去翻表格 A 嘅狀態列表度咧，咁就會見到相關嘅表格嗰個 record 咧嘅提交狀態咧，其實就會轉咗做要求修改嘅。跟住咧就可以留意翻嗰份表格被駁回嘅原因係啲咩嘢啦，然後咧就可以 click 翻最右手邊嘅編輯掣去檢視同埋修改翻表格 A 裏邊嘅內容嘅。咁修改完成之後啦，咁就需要再次撳翻立即邀請嗰一個 button，跟住咧就等翻提名機構再次 check 翻表格內容，覺得啱唔啱，或者係表格內容就住呢個內容咧去俾翻 feedback 咁樣嘅。咁直至咧提名機構去確認表格內容同埋作最終提交，咁嗰份表格 A 咧先至係為之完成嘅。咁可能各位當中有啲朋友會問啦，咁萬一 miss 咗個電郵通知，咁咪唔知道邊一份表格係需要修改或者其他 follow up 咁咯。咁呢一個咧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咧所有表格 A 嘅狀態咧其實都可以喺系統裏邊咧都睇得翻嘅。而我哋咧亦都建議各位喺發出提名邀請之後啦，咁定期登入翻去個系統裏邊檢查每一份表格嘅最新狀態，同埋作出相應嘅跟進嘅。如果提交狀態係待確認嘅話咧，咁就代表合作夥伴咧仲未處理你嘅提名邀請。咁呢個時候咧，各位就可以適時咁樣去提醒一下你哋嘅提名機構啦，就邀請佢哋盡快去處理翻呢一份表格嘅。咁而如果提交狀態係顯示要求修改嘅話咧，各位咧就需要修改表格內容啦，然後咧再次向提名機構發出提名邀請嘅。咁但係如果提交狀態係顯示為確認及提交嘅話咧，咁就代表提名機構已經確認咗嗰個表格內容咧係冇錯㗎啦。咁而呢一份表格 A 咧，亦都係已經完成同埋作咗最終嘅提交。咁現階段咧係唔需要再作任何嘅跟進㗎啦。咁啱啱就講咗由大家去主動去發出邀請嘅時候係點樣處理啦。咁跟住咧就會講一下，咁當你哋被提名成為商業轉歸為企業或者同心轉歸為機構，即係收到由提名機構所填寫嘅表格 A 嘅時候嘅處理程序啦。咁首先各位啦會收到由系統所發出嘅提名邀請電郵，通知你某一間嘅提名機構咧已經向你發出提名邀請啦。咁你而家咧就可以登入翻去個系統裏邊去睇翻嗰份表格 A 嘅內容。咁登入咗系統之後啦，咁就喺左邊嘅目錄欄嗰度咧揀選翻計劃提名，然後咧就撳翻表格 A 社區夥伴合作。咁喺表格狀態列表嘅上方咧就 click 翻我收到的邀請。然後咧就撳翻查看去檢視由你嘅提名機構所填寫嘅表格 A 內容嘅。咁當各位啦，即係申請者咧去檢視呢一份表格 A 嘅內容之後啦，咁如果覺得咧係需要拒絕提名邀請嘅話咧，咁就咧可以喺表格 A 頁面嘅底部嘅核實狀態嗰度咧，咁就揀翻拒絕邀請。並且咧填寫翻個內容，然後咧點擊確認咧就可以㗎啦。咁如果咧係接受邀請嘅話咧，咁咧就可以進行確認並提交啦，或者係要求修改嘅操作。咁首先咧就會喺表格 A 裏邊咧填寫翻對本年度及未來合作意見呢個部分先。如果確認提名機構所填寫嘅表格 A 嘅內容咧係正確無誤嘅話咧，咁各位咧就可以喺核實狀態欄度直接揀翻確認及提交，然後撳翻確認掣，咁樣咧份表格 A 咧就會正式完成最終提交㗎啦。咁留意翻啦，表格內容咧喺最終提交之後咧係唔可以再作任何修改嘅。
如果對提名機構所填寫嘅表格 A 內容有任何意見嘅話咧，咁就可以喺核實狀態欄嗰度啦，揀翻要求修改，然後填寫原因，跟住之後咧就撳翻確認嗰個掣嘅。咁要求修改嘅狀態發出咗之後啦，提名機構咧就會收到電郵通知，同埋咧可以再次去登入翻系統裏邊咧更新翻嗰份表格 A 嘅內容㗎啦。咁而等待提名機構完成修改之後啦，各位就會收到電郵通知，呢份表格已經修改好啦喎。咁呢個時候咧，大家啦即係申請者咧，咁就需要再次去登入翻去系統裏邊，咁就睇翻份表格咧，其實更新得啱唔啱嘅。咁如果內容係仲需要修改嘅話咧，只需要重複翻剛才所講嘅3個步驟，直至表格內容咧係完全正確無誤之後咧，就可以揀翻確認及提交。咁呢份表格咧就為之完成㗎啦。咁頭先都有提及過啦，咁我哋可以喺系統裏邊咧檢查到每一份表格嘅提名狀態㗎。咁首先咧講一講我發出的邀請呢一個部分，即係由申請者啦，咁即係各位企業同埋機構啦去填寫表格 A 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可以留意翻提交狀態同埋邀請狀態呢兩項嘅。提交狀態咧係指你嘅提名機構係咪已經確認咗並且提交咗嗰份表格 A 嘅。顯示為待確認嘅話咧，咁就代表合作伙伴咧仲未係處理你一份表格 A 嘅內容嘅。咁如果咧係顯示已確認及提交嘅話咧，咁就即係表示咧你嘅合作伙伴咧已經確認同埋提交咗呢份表格 A 啦，而亦都係代表咧嗰份表格 A 咧已經係完成咗最終提交，暫時係唔需要再有任何嘅後續操作嘅。咁如果顯示為要求修改啦，咁即係表示咧你嘅合作伙伴係要求修改表格 A 嘅內容嘅。而邀請狀態呢一行咧，咁係指各位啦，咁即係標示申請者咧係咪已經填寫咗表格 A 同埋發出提名邀請嘅？咁如果呢度寫住未發出嘅話咧，就代表你已經開啟咗一份表格 A， 但係咧係仲未 submit 嘅。咁而如果佢呢度寫住咧係綠色已發出嘅話咧，咁就係代表你已經填寫好呢份表格啦，並且向對方已經提出發出邀請嘅啦。而喺我收到呢狀態呢一頁嘅資料嗰度啦，咁就係同頭先所提到我發出啲邀請嘅身份咧，其實剛剛對調嘅。咁提交狀態啦，咁就會變成咗指你即係咧標示申請者係咪已經確認並且提交嗰份表格 A 嘅。咁待確認嘅話咧，就係指貴機構啦或者係企業啦係尚未確認表格 A 裏邊嘅內容嘅。如果想要確認及提交咧，就即係指你啦已經係認同同埋提交咗呢份表格㗎啦。咁就代表呢份表格 A 啦已經係完成咗最終提交，亦都唔可以作任何嘅修改嘅。而如果係寫住要求修改嘅話咧，咁就表示你已經向提名機構咧即係發出呢個要求修改嘅狀態啦。咁希望咧佢哋可以修改翻表格 A 裏邊嘅內容嘅。而邀請狀態咧，就係指你係咪已經收到由合作伙伴即係提名機構所以填寫嘅表格 A 咧？如果呢度寫住已接收咧，就表示咧其實你呢邊咧已經係接收到呢份表格 A， 而亦都可以咧隨時喺啲系統裏邊咧係睇得翻個表格嘅內容㗎啦。咁喺呢度睇一睇啦，當對方開始填緊表格 A， 而又未正式提交提名邀請嗰陣啦，咁咧你哋咧喺嗰個系統裏邊咧，其實係唔會喺表格 A 嘅狀態列嗰度咧睇到呢份表格嘅 record 㗎。咁直至咧對方真係提交咗提名邀請，咁你嗰份表格 A 嘅記錄咧先至會喺呢一個狀態列表嗰度出現嘅啫。咁而喺發出提名邀請啦，或者確認表格 A 嘅核實狀態之前啦，咁有兩個文字嘅輸入框咧，係俾大家填翻對今個年度嘅合作嘅意見，同埋對來年合作嘅建議嘅。咁呢一啲嘅意見咧，我哋其實咧都可以喺系統裏面睇得翻㗎。咁首先啦，可以揾翻已經確認咗同埋提交咗嘅表格 A 嘅一啲 record， 然後 click 翻佢哋最右手邊嘅查看嗰個 button 㗎。咁跟住咧就可以撳翻表格內容上面給合作伙伴的建議同埋合作伙伴給我的建議呢兩個 tabs 啦。
咁就可以睇翻我哋俾對方嘅意見同埋對方俾我哋嘅意見嘅啦。咁因為 A 嘅提名操作流程啦，去到呢度咧，咁就差唔多啦。咁但係喺填寫嘅過程當中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翻以下嘅注意事項嘅。咁首先咧，再 recap 翻一次啦，發起提名邀請嘅一方咧，咁就會負責填寫表格 A， 而對方咧就會負責確認同埋提交呢個表格 A 嘅。咁而每一份嘅表格 A 咧，只係適用於一間申請標示嘅企業或者機構，同埋一間提名機構喺準則計算期裏邊所完成嘅合作項目㗎。咁換句話嚟講啦，每一份嘅表格 A 咧，其實係1對1㗎。咁如果一間企業咧喺準則計算期裏邊咧，係同3間提名機構合作過嘅話咧，咁咧佢哋咧就係需要提交3份獨立嘅表格 A 嘅。而每一份表格 A 咧都係需要對應翻唔同機構嘅合作項目，而唔係咧將3間提名機構嘅所有合作項目咧都寫晒喺同一份表格 A 裏邊嘅。而表格 A 嘅準則計算期啦，咁原本咧其實就係2024年全年嘅，咁因為咧我哋都收到嚟自各方面唔同嘅寶貴意見啦，咁我希望都可以延長呢個計算期。咁我哋喺檢視過之後咧，都發現咧呢一個建議係可行嘅。咁所以咧係我哋確認咗啦，呢個表格 A 嘅準則嘅計算期咧，咁係會延長嘅。咁詳情咧，我哋好快咧會再作正式嘅公佈。咁請大家留意翻我哋嘅電郵通知啦，同埋商界展關懷網站嘅最新消息㗎。而喺填寫表格嘅時候啦，都請大家按合作嘅內容去如實填寫。咁除咗特別註明嘅項目之外咧，咁只要準則以下嘅任何一個細項咧獲得確認嘅話咧，咁就代表已經達成咗嗰個準則㗎啦。咁而另外表格 A 啦，係必須要達成2個或者以上嘅準則咧，先至為之符合標誌申請資格嘅。咁如果一份表格 A 只係填寫咗一個準則，嗰份表格咧，其實係仍然都可以透過網上系統提交㗎。但係咧，呢度咧都希望各位可以留意翻，咁你哋咧係必須再提交多過一份表格 A， 去確保咧所有嘅表格 A 裏邊嘅內容，喺合併計算之後咧係達成咗2個或者以上嘅準則，先至係可以符合到標誌申請嘅條件嘅。咁而我哋咧，今個年度嘅表格 B 啦，可持續發展工作咧，咁係會同各位，咁即係標示申請者咧喺可持續發展工作上面嘅表現咧係有所掛鈎嘅。咁每一份填寫咗2項或者以上準則，並且已經咧最終提交咗嘅表格 A 咧，係有機會可以為你嘅表格 B 可持續發展工作呢一部分咧係增加分數㗎。所以咧，我哋好鼓勵大家同更多嘅 AGO 合作啦，咁同埋邀請佢哋咧成為你嘅提名機構嘅。咁關於呢部分嘅更多詳情咧，連同表格 B 可持續發展工作嘅內容咧，咁我哋會喺5月20同埋21號喺灣仔會展舉行嘅 S+ 高峰會企鵝攬2025裏邊公佈嘅。咁歡迎大家到時去到現場第一時間了解翻呢一部分嘅最新安排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交翻個時間俾我同事 Joey 為大家介紹一下系統即將開放嘅功能嘅。咁接下來咧，我就會簡單介紹翻系統即將開放嘅新功能嘅。咁第一個咧就會係結果公佈。咁咧申請者同埋提名機構咧係可以喺網上系統上面咧直接查看結果嘅。咁我哋今次預計咧個結果咧就會喺12月裏邊公佈。咁我哋表格 B 可持續發展工作咧，其實今次都會由申請者填寫。咁我哋主要咧都會圍繞翻申請者嘅 ESG 工作，預計大約會喺今年6月尾去到7月份咧喺系統開放，到時都會有簡介會介紹表格 B 嘅內容。咁另外仲有個繳付功能，呢個功能咧係同表格 B 一齊喺系統度開放。咁我哋不論咧成份表格、成份申請咧有幾多張表格都好，咁我哋申請費用咧一律為港幣600蚊，咁由申請者支付，就不設任何優惠嘅。咁第4咧就係我哋嘅標誌同埋數碼證書下載，結果公佈之後咧，申請者係可以自行咧喺系統上邊咧下載嗰個年度嘅標誌啦、標誌同埋關懷大使嘅數碼證書啦，
另外第五就係提供基準分析報告，咁申請者咧係可以獲得一份基準分析報告嘅，咁樣都會係喺系統上面度會揾到嘅，咁我到時係可以用嚟參考自己公司啦嘅可持續發展工作上面嘅表現啦，同埋你哋嘅水平。咁接下來咧就會介紹標誌申請時間表。咁首先啦，其實我哋網上系統咧已經喺3月20號咧已經開放使用㗎啦。咁呢個同時間咧，呢個年度24-25嘅計劃申請咧都同步開始咗。咁呢個部分咧，我哋暫時有4個部分咧係已經率先開放咗填寫。咁第一就係企業或者機構嘅基本資料、聯絡人資料、表格 A、社區夥伴合作同埋開埋大使。咁另外今日同埋尋日咧，我哋都分別舉行咗一個網上簡介會啦，咁就詳細介紹咗今次系統嘅新功能啦，同埋一啲嘅操作示範。咁嚟緊咧，我哋5月20號至21號咧，將會有我哋社聯嘅大型活動啦，S+ 高峰會啦。咁到時咧，我哋都會公佈翻我哋表格 B 嘅詳細內容啦，同埋最新嘅計劃資訊。咁去到6月尾至7月頭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開放埋，我哋就預計會開放我哋表格 B 同埋我哋嘅支付功能。到時咧，我哋會有簡介會公佈翻表格 B 嘅內容啦，到時敬請你哋留意啦。咁最後咧，我哋本年度嘅截止申請時間咧，就會去到10月8號嘅下晝6點鐘。咁我哋係系統嘅時間為準嘅。我哋最後咧就會喺大約暫定喺12月咧公佈申請結果，咁大家到時再留意詳細嘅資訊。接下來咧，我哋就嚟到我哋嘅問答環節啦。咁喺問答環節開始之前咧，我哋都有一個意見調查問卷嘅，麻煩大家幫手先填咗先。咁填咗之後咧，你其實可以優先下載呢份簡介會嘅 PowerPoint 嘅。咁大家好啦，我係社聯共創伙伴關係發展團隊嘅同事 Yoyo 啦。咁唔該晒同事頭先嘅詳細介紹。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會開始我哋嘅問答環節啦。咁就會同我身邊嘅同事 Charis 一齊負責嘅。咁見到大家喺聊天室度都對點樣操作聯絡人嘅呢一 part 咧都係比較多疑問嘅。咁我而家咧就會即場同大家示範下點樣去操作聯絡人，即係新增啊或者刪除啊嘅呢啲功能先嘅。咁等我而家分享翻個版面先。咁大家都會見到個 share screen 咧，係大家登入咗系統之後嘅界面嚟嘅。咁大家可以喺左手邊個網頁入邊咧撳翻計劃申請嘅呢個位置啦，然後再 click 翻入去2024年度申請嘅。咁大家會見到更新聯絡人資料嘅呢個欄位咧係顯示未完成嘅，咁大家就需要撳翻去完成嘅呢一個 button 度先，然後就入咗去聯絡人列表嘅呢個位置啦。咁大家可以見到上面橙色位置咧係一啲嘅guideline啦，去俾大家去更新聯絡人之前咧去睇一睇先嘅。咁都建議大家填寫之前啦係可以花啲時間去睇下先嘅。咁下面咧就會見到有3個嘅聯絡人啦，分別係管理層啦、CSR 負責人啦同埋行政聯絡人嘅。咁呢3個聯絡人咧，其實係必須填寫嘅。咁都請大家登入系統之後咧，咁就首先填寫咗呢3個嘅聯絡人先啦。咁我首先會以管理層嘅呢一個資料作為一個示範先。咁大家首先要撳咗添加人員嘅呢個掣先。然後再輸入翻相關嘅資料。咁我而家就隨便咁樣入住一啲資料先。
見到 email 呢個位置咧，其實係每個 email 都係獨立嘅，咁就唔可以同其他聯絡人去重複嘅。咁我哋為咗帳戶嘅安全性啦，同埋避免重複登入嘅情況咧，咁我哋都請大家係去提供翻一個獨立嘅電郵地址俾我哋嘅。咁地址都係要輸入翻嘅。咁管理層嘅呢個位置咧係有個線到接收我哋計劃嘅申請進度啦，同埋最新消息嘅。咁管理層咧其實係可以揀翻佢哋係咪想接收我哋計劃嘅一啲行政事宜嘅。咁但係行政聯絡人啦，同埋 CSO 負責人咧，其實係設定咗係必須要接收嘅，咁佢哋就冇得揀嘅。咁管理層呢度咧都有個比較特別嘅位啦，咁就係是否透過秘書或者助理去聯絡管理層嘅。咁呢個秘書助理咧，其實係只係用咗我哋社聯同埋嗰個管理層嘅聯絡用途嘅啫。咁佢哋係唔會擁有一個聯絡人帳戶嘅。咁如果佢哋係想登入系統去操作嘅話咧，佢哋係要被新增成為一個新嘅聯絡人先至係可以登入佢系統入邊嘅。咁當你填晒所有資料之後啦，咁記得要撳翻確認保存嘅呢個掣。咁填晒之後咧，咁填晒之後啦，咁你就可以撳翻完成全部聯絡資料更新嘅呢個掣啦。咁如果你係想更新其他1至3個聯絡人嘅資料嘅話咧，咁你都可以呢度撳翻添加聯絡人。咁跟住咧就可以填翻其他1至3個聯絡人嘅資料噶啦。咁個填寫程序咧，其實係同管理層係一樣嘅。留翻啦 ，save 咗嘅email 咧，其實係要用咗一個電郵去登入個系統嘅，咁就唔可以去隨意修改嘅。咁如果大家係想跟個 email 嘅話咧，咁就用新增或者刪除聯絡嘅功能嘅。咁如果同事已經離咗職或者係唔再負責你計劃嘅所有事嘅話咧，咁其實你係可以用刪除嘅呢個功能嘅。咁如果你確定刪除佢嘅話咧，咁都會出現一個嘅提示信息啦，去睇翻你係咪想即係確認去刪除佢嘅。咁如果係確認嘅話咧，咁就要撳翻確認呢個掣。咁刪除咗聯絡人咧，其實都會即時被停用啦，同埋唔可以再登入個系統操作啦。咁大家都喺刪除聯絡人之前咧，首先要同翻你哋公司機構嗰邊啦，去商討咗先嘅，咁先至去做呢個功能。咁如果萬一大家係錯手刪除咗佢嘅話咧，咁其實都唔使太擔心嘅，大家可以撳翻啟用嘅呢個掣，啟用翻佢嘅。跟住我哋會講翻轉換身份嘅呢個功能啦。咁其實如果管理層嘅呢個人士咧，佢唔再負責呢個管理層嘅崗位啦，佢轉咗去普通聯絡人嘅崗位嘅話咧，咁佢可以撳翻轉身份嘅呢個掣嘅。咁就選擇翻佢同聯絡人去轉換身份啦，跟住撳翻確認。咁樣嘅話咧，佢哋嘅身份就會調轉咗噶啦。咁大家見到啦，管理層而家咧因為轉咗崗位之後啦，咁佢會空咗嘅。咁大家就必須去填補翻管理層嘅呢個空位，咁先會完成到我哋嘅資料更新嘅。咁聯絡嘅操作部分咧，咁就介紹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對其他部分都有意見嘅話咧，咁歡迎大家繼續提問嘅。好，咁我哋睇一睇其他嘅機構嘅一啲問題先。咁見到咧好多嘅企業同埋機構嘅代表咧都好關心我哋今日嘅 PowerPoint 係幾時可以 download 得翻喎。咁樣咧大家咧可以 scan 翻我哋畫面依家show 緊嗰個QR code 啦，咁填翻咧我哋對於今次 info section 嘅一個意見調查問卷咧，其實咧就可以優先 download 翻咧我哋今次嘅 info section 嘅呢一個 PowerPoint 嘅啦。咁而呢個 PowerPoint 啦，咁同埋咧今日整體呢個錄影嘅片段咧，咁其實咧都會喺大概5個工作天之內咧，咁就係上載翻去我哋商界小關懷計劃網站上邊嘅。咁到時咧，大家咧都可以直接上翻我哋計劃網站嗰度啦，咁可以隨時重溫翻今日嘅內容嘅。
咁有參加者咧就問咧，關懷大使係咪一定需要推薦嘅咧？如果唔推薦嘅話，會唔會影響到Caring Company 嘅審批結果咧？咁呢一個關懷大使咧，咁其實對審批結果係冇影響嘅。咁大家企業啦或者機構係可以選擇唔推薦嘅。咁但係有一樣嘢需要提翻啦，咁就係成功申請咗標誌嘅即係成功獲發標誌嘅企業啦，或者係機構咧，佢哋嘅推薦嘅關懷大使咧，最終先至會可以得到證書嘅啫。咁又參加者都問啦，我點樣先至可以知道慈善團體係提名咗我咧？咁如果提名機構嗰邊係提名咗你哋嘅話咧，咁你哋都會即時收到一個電郵通知啦。同埋你哋喺即係系統嘅首頁度咧，都會見到一個待辦事項嘅位置啦。咁就會見到提名機構已經提名咗你哋㗎啦。咁你哋到時都可以喺系統入邊去留意翻嘅。係咁，另外咧都有參加者咧查詢咧，關於基本資料裏邊嘅企業機構可持續發展社會企業責任目標所剔嘅選項咧，係咪需要喺表格 B 嗰度咧提供證明或者係詳情嘅？咁咧其實咧基本資料裏邊所填寫嘅呢一個可持續發展嘅資料咧，只係供我哋社員參考啦，同埋統計之用嘅，咁就唔會影響你哋嘅申請結果嘅。咁亦都咧同表格 B 嘅內容咧係冇掛鈎嘅。咁同埋都有查詢咧，就想問下係咪需要即係填咗表格 A 完成咗之後啦，先至可以先至可以填翻表格 B 咧？咁其實咧兩者係冇一個規定咧係邊一個填先㗎。咁而表格 B 咧係會喺6月下旬啦至到7月嘅期間咧，先至會喺我哋系統裏邊推出嘅啫。咁就歡迎大家喺呢段時間啦，咁可以開始去睇一睇份表格 A 先嘅。咁如果覺得適合嘅話，都可以交咗先計，都冇問題嘅。咁有參加者都有問到，想改基本資料申報一欄嘅話，應該點樣做咧？咁其實基本資料申報嘅資料咧，一旦提交咗之後咧，咁喺今個年度就唔可以再改㗎啦。咁都請大家喺交資料之前咧，係確保啲資料係唔錯先至去做提交。有參加者問啦，如果係刪除咗聯絡人嘅話咧，咁如果被刪除嗰個郵箱咧，係咪會收到停用嘅通知嘅？咁係嘅，嗰一個聯絡人咧，佢係會即時收到一個 email 話佢個賬戶已經被停用㗎啦。咁同埋咧，如果佢當時咧係喺登入嘅狀態，即係喺個系統裏邊嘅話咧，佢係會即時被登出嘅。咁關於聯絡人嘅方面啦，咁有參加者就問，如果有3個聯絡人，可唔可以係同一個人咧？咁即係同一個同事係 sustainability 嘅 professional 同埋咩嘅 contact 咧？咁其實我哋都鼓勵大家啦，咁係可以將唔同嘅即係公司裏邊唔同嘅一啲部門嘅同事啦，都可以係即係加入去做我哋 Caring Company 嘅一啲聯絡人㗎。因為稍後即係譬如方 B 啊，需要填寫嘅內容啦，其實都係涉及唔同嘅層面㗎啦。咁但係咧，若果公司咧喺呢一方面真係有困難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係都係接納咧，大家係寫翻同一位嘅同事喺唔同嘅個 contact 上邊嘅。咁但係咧都要留意翻啦，因為我哋咧係用呢個 email address 咧係作為呢一個賬戶登入嘅呢一個帳號㗎。咁所以咧就算係同一個人都好啦，嗰個 email 咧個 address 咧係一定係需要唔一樣嘅。咁有參加者都問到，如果我唔小心刪除咗自己嘅賬戶嘅話，應該點樣做啦？咁你可以揾翻你公司機構入邊嘅現有聯絡人啦，去幫你撳翻啟用嘅嗰個掣，去啟用翻你嘅賬戶嘅。咁啟用之後啦，都會即時收到一個重設密碼嘅 email 嘅。咁如果你話你間企業機構係得翻你一個聯絡人嘅話咧，咁你就需要嗰邊去聯絡翻我哋去幫你處理翻嘅。而有參加者問到佢哋嘅機構性質係社團嚟嘅，亦都冇員工，咁表格 B 可唔可以 waive 咗佢咧？
咁我哋咧今個年度嘅表格 B 咧，其實個主題咧就係可持續發展工作啦。咁所以咧，其實就算冇員工都好啦，咁社團咧其實咧都需要填寫翻你哋喺相關可持續發展工作上邊嘅一啲相關嘅資料㗎。咁如果當中係有啲選項咧，其實係唔適用嘅話咧，咁到時咧都可以揀翻即係唔填寫嗰個選項嘅。咁有參加者都問到係咪可以用支票去交申請費啦？咁我哋今年係只有政府部門係可以用支票嘅形式去交申請費嘅啫。咁其他嘅申請者咧就用翻信用卡嘅電子支付嘅。咁呢個有條問題咧，係企業輸入咗表格 A 之後，提名機構先至通知聯絡人已經更改，咁可以點樣做咧？咁可以請翻提名機構咧撳翻喺嗰個核實嗰個框架嗰度啦，咁就撳翻駁回修改，咁之後咧公司咧就可以入翻個表格嗰度更改翻嗰個內容㗎啦。好有參加者都問到點樣可以睇到要求修改表格嘅內容嘅。咁首先啦，如果係對方撳咗要求修改嗰個狀態之後咧，咁你哋咧咁就應該咧就會收到一個 email 嘅，咁就話啊對方其實要求修改你嘅表格啦，然後嗰個 email 內容咧其實咧都會有寫到點解佢哋會要求你修改呢一個部分嘅。咁而同時間啦，大家咧亦都可以入翻去即係表格 A 嗰度啦，咁可以咧即係睇翻嗰個提名狀態。咁如果咧喺表格 A 狀態列表嗰度咧，咁提交都狀態嗰度咧，佢係轉咗做即係要求修改嘅話咧，咁咧喺最右手邊嗰度咧，其實有一個咧即係駁回嘅原因嘅。咁如果大家睇到嗰個原因嗰個欄位咧，咁其實咧就係對方要求你修改邊一個要修改嗰個原因嚟嘅。咁睇翻嗰個原因啦，然後再撳翻隔離編輯嗰一個嘅button咧，咁就可以直接再去改翻嗰部分嘅內容咁樣噶啦。咁另外有參加者都問到，如果我哋改咗公司名嘅話，應該點樣做嘅？咁你可以喺基本資料頁面嘅右上方啦，應該就會有一個修改名稱嘅掣嘅。咁你撳落去之後，再填寫翻一啲相關嘅資料，例如上載翻你嘅 D.O. 啦，更改名稱嘅聲明書同埋其他證明文件，已經係可以㗎。咁提交咗之後啦，我哋都會做一個嘅核實程序嘅。係有參加者問到最遲要幾時新增第3位聯絡人，因為該崗位嘅同事要即係稍後先至可以再新增嘅。咁第3位聯絡人嗰度咧，咁其實喺我哋截止申請日期之前咧，咁你更新翻其實就已經 OK 㗎啦。咁我哋成個計劃嘅截止日期啦，咁就係10月8號嘅6點鐘嘅。好，咁標誌申請結果，除咗喺系統裏邊可以睇得到之外，會唔會都 send email 俾系統裏邊嘅聯絡人嘅？咁當結果公佈咗之後啦，咁我哋真係都會經過電郵去通知相關嘅聯絡人㗎。有申請者問申請人係咪必須要收到提名邀請咧？咁我哋其實今年度嗰個表格 A 嗰個部分咧，咁其實除咗係即係提名機構佢可以發出提名邀請俾大家企業或者係機構之外啦，咁其實咧申請者啦，咁即係各位申請呢個標誌嘅企業或者機構咧，咁其實都可以主動去發出呢個提名邀請俾你哋嘅提名機構嘅。咁所以咧，我諗其實
最先一步啦，可能你哋就同提名機構溝通咗先啦。咁其實係由邊一個去開始填寫一份表格先咧？跟住決定咗一方之後咧，咁就可以由嗰方去發出呢個提名邀請啦，而對方咧就再去確認嗰個即係表格內容咁樣咯。咁唔使話係一定係由即係提名機構去填寫咗嗰份嘅表格 A 先嘅。咁都有參加者問到，如果我去係新增咗新嘅聯絡人嘅話，佢哋會唔會收到一個電郵係講密碼嘅電郵嘅？咁係會嘅。咁如果你係新增咗新聯絡人嘅話咧，咁佢就會即時去收到一封嘅重設密碼嘅電郵啦。咁佢哋只要撳翻 email 入面嘅 link 去set翻密碼就可以㗎。你再睇下其他問題先。新增聯絡人係咪可以擁有登入卡？係嘅，新增嘅聯絡人咧，咁佢哋係會可以有一個賬戶啦，咁就係登入翻去呢個系統裏邊嘅，咁就係用翻佢嗰個聯絡人嗰個 email address 去登入翻咁樣。可否講多次有關邊一啲聯絡人係預設必須接收電郵通知嘅？咁有2位聯絡人咧，係我哋系統預設咗係一定會收到呢一個電郵通知嘅。咁首先就係可持續發展同埋即係企業責任嗰邊嘅負責工作嘅聯絡人啦，即係 CSR 嗰邊聯絡人啦，咁同埋行政聯絡人咧都係預設咗一定會收到我哋嘅電郵通知嘅。請問行政聯絡人是否必須為提名機構人員而非申請機構職員？如果係你哋申請者即係貴企業或者機構嘅 account 裏邊嗰一個嘅行政聯絡人咧，咁其實係需要係你哋機構或者企業裏邊嘅同事咯，咁而唔係提名機構嗰邊嘅人嚟嘅。咁都見到有好幾位嘅參加者都即係有 concern 嗰個申請費用嘅。咁我哋今年嘅申請費用咧，咁係600蚊，咁就係一次性嘅費用嚟嘅啫。咁係由申請標誌嘅企業或者係機構去負責去繳交嘅。咁無論係有幾多份嘅表格 A 都好啦，都只需要係交一次嘅費用嘅啫。咁有參加者都問到係唔係而家就要俾錢啦？咁我哋嘅繳付功能咧，其實就會喺6月下旬至到7月去開放嘅。咁而家就暫時仲未可以俾到錢嘅。有參加者問如何中途將表格 A 轉移給提名機構方填寫？咁喺我哋依家嘅系統設置上面啦，咁其實就係邊一邊去發起嗰份表格咧，就嗰份表格咧就要去由邊一邊去填寫嘅。咁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發起邀請嗰方咧，咁就係需要填寫呢個表格嘅，而接收到邀請嗰方咧就負責確認同埋去提交呢份表格嘅。咁我哋暫時都冇呢個話中途轉移呢個功能。咁亦都見到有好多朋友咧都關心關於表格 B 裏邊嘅內容嘅。咁表格 B 可持續發展工作呢一份表格啦。咁我哋咧會喺5月20號同埋5月21號咧喺我哋灣仔會展舉辦嘅 S+ 高峰會嗰度咧暨博覽咁樣會同大家現場去公佈嘅。咁如果有興趣嘅，亦都想第一時間拎到呢啲資料嘅話咧，咁就歡迎大家去參加我哋嘅 S+ 嘅活動啦。咁另外有申請者問到費用係咪可以申請豁免啦？咁我哋今年嘅申請費咧係一次性費用係600蚊嘅，咁就可以申請豁免，亦都係冇呢個早鳥優惠。
有申請者都問到收唔到啟動電郵嘅話，入唔到系統可以點樣去申請啦？咁我哋係3月20至25號咧，都係send 晒俾現有聯絡人啦，係有一封嘅啟動帳戶嘅電郵嘅。咁如果你收唔到嘅話，都可以去睇翻你嘅垃圾郵件箱啦，睇下係咪跌咗落去嗰度嘅。咁如果都係揾唔到嘅話咧，咁你可以嘗試用找回帳戶嘅功能去揾翻個帳戶嘅。你見到有好幾位參加者話 scan 唔到個 QR code，我諗我哋請同事喺個聊天室嗰度send 嗰條 link 俾大家，咁大家可以轉頭再喺聊天室嗰度再撳翻條 link 嘅。有相關者問係咪一個機構唔可以同時係提名機構同埋被提名機構咧？咁如果每一個年度嘅嗰個申請咧，咁提名機構佢哋每一年度嘅申請咧，咁企業或者機構咧，佢只可以揀選一個身份啫。如果佢哋係有譬如一啲提名機構啦，佢哋係合乎我哋申請呢個即係 Caring Organisation 嘅 logo 嘅資格嘅話咧，咁佢喺呢一個年度嗰個申請裏邊咧，咁佢揀選咗佢係做提名機構嘅話咧，咁佢呢一年嘅身份就會係提名機構，而唔可以係被提名去申請呢個 Caring Organisation 嘅 logo 㗎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唔可以同時間成為提名機構啦，亦都係。即係拎呢一個Caring Organisation logo 嘅機構。咁有申請者問到表格 A 係咪可以用自薦形式去完成啦？咁我哋計劃咧係只有政府部門係可以用自薦嘅形式去申請嘅，咁其他企業機構嘅話就唔可以嘅。有參加者問可唔可以為每位嘅聯絡人去設定呢個權限？咁我哋暫時呢個系統嘅設定咧，就係每一位嘅聯絡人咧，佢可以進入系統之後咧，都可以進行呢個即係更新資料啊、提交表格啊。其實暫時咧就未有呢一個可以分到權限呢一個功能。如果聯絡人 A 同埋 B 同時更新表格 A，咁最後係以邊一位更新係為準嘅咧？依家暫時咧，我哋機構嗰個唔係，sorry，我哋嗰個系統嗰個設定咧，咁就係以首先撳咗確認掣咧，嗰個係為準嘅。咁有參加者都問到23-24年度 logo 喺2月28號已經到咗期啦，咁想繼續用嘅話可以點樣做？咁23-24年度 logo，咁因為我哋今年計劃係延後咗申請啦，咁個 logo 其實會自動延長個有效期去到我哋今年結果嗰個為止嘅，咁暫定都係12月份。咁如果大家需要公開咁樣用個 logo 嘅話咧，咁都要俾我哋做翻個核實嘅程序嘅，咁就 send 翻我哋Caring Company @hkcss 個電腦 HK 俾我哋去做翻核實。
我都仲見到有參加者啦嘅想知道多少少關於 S 加高峰會嘅一啲資訊㗎，咁我哋請同事再 show 一 show。係啦，咁我哋Caring Company 啦，咁喺S 加高峰會暨博覽2025裏邊咧，會有兩個 session 嘅，咁分別係 M2同埋 M4嘅場次啦。咁如果大家對即係表格 B 嘅內容嘢係有興趣嘅話咧，咁都可以即係報名參加呢兩個場次嘅。咁當然我哋都歡迎大家啦，咁係嚟到我哋即係整個活動去參觀嘅，因為到時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豐富嘅內容㗎。大家好，我係共創伙伴關係拓展嘅團隊嘅同事，我係 Samantha 啦。咁都多謝大家今日咧嚟出席我哋呢個簡介會先。咁今日全部都係以往一路好支持我哋呢個計劃嘅企業啦，或者係機構啦。知道咧，其實大家咧對新嘅呢個計劃咧嗰個改動咧非常關注。雖然咧，我哋今日咧其實唔能夠透露太多，但係咧，可能我都喺呢度講少少俾大家聽啦。就係特別係方 B 裏面咧可持續發展工作。其實咧，我哋整體呢個計劃咧過去年半，我哋做咗一個即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改革嘅工程啦，有變動嘅地方，但係咧即係保留咗我哋一個合作嘅部分，即係方 A 啦。咁比較大嘅改動咧，真係喺方 B 可持續發展工作嗰度咧去出現嘅。我哋其實將來方 B 嘅內容咧，其實會有少少咧就都參考咗，其實我哋參考咗一啲國際唔同喺SDG 框架底下嘅一啲嘅內容，咁然後咧將佢即係糅合咗之後咧，我哋就做咗一個咧係適合香港本地公司、本地中小企去填寫嘅一份表格。將來咧呢份表格咧係記錄住咧公司咧喺可持續發展工作入邊咧所有唔同部分嘅一啲嘅工作嘅進程嘅。我哋呢個表格咧將來咧係會採用一個叫做基準嘅分析嘅一個形式啦，即係咧可能填寫呢個表格裏面咧，其實咧會有一啲嘅分數會喺入邊出現。咁呢啲分數咧，其實係會幫助我哋咧去做一啲 benchmarking 嘅工作。咁咧以至到咧企業咧，其實你填寫呢個表格俾我哋之後咧，我哋因為有4000幾間公司喺入邊啦，我哋可以有一個透過一個大數據嘅一個分析咧，可以睇到咧唔同嘅行業嘅企業啦，唔同大細嘅企業啦，其實佢自己喺可持續發展工作入邊咧，大概自己去到一個咩嘅階段可能有啲公司咧，可能係一個起步嘅階段嘅，亦都有啲公司咧，可能已經做得好 advanced 喺每一個部分咧都做得好好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可以透過我哋將來會提供俾大家嘅一個基準分析報告啦，同埋咧我哋喺裏面咧唔同嘅細項嘅分析咧，大家公司咧就可以知道其實喺邊啲地方做得比較好，有啲地方咧做得未夠深入喎，可以咧將來可以再put 多啲 effort 入去嗰個位置。咁我哋咧可以俾公司咧透過呢個報告咧去睇翻現有自己嘅工作去到邊度嘅。咁所以咧隨住呢一個嘅 report 咧benchmarking 嘅 report 出現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將會推出一個全新嘅 logo， 而呢個 logo 咧係同少少我哋所謂嘅即係評級嘅表現有掛鈎啦，咁就係咧會睇翻你哋填俾我哋嘅嗰個方 B 嘅表格嘅內容，你哋嘅深入工作嘅程度，以至到咧喺我哋所有參加嘅大數據底下其實去到一個咩水平咧？咁我哋咧而家初步咧其實係以一個3星制嘅 logo 去展示出嚟嘅，就好似一個 sustainability 界嘅一個米芝蓮 logo 咁啊。咁咧到時咧我哋就會按住一個準則係啦，咁咧就會向唔同嘅企業去頒發呢一個performance base 嘅一個 logo。咁但係咧同時間地咧我哋喺因為知道有好多公司咧，其實都連續
咁樣參與咗我哋呢個計劃啦。10年嘅、15年嘅、20年嘅，我哋呢一個 logo 咧繼續會保持住嘅。咁呢一個 logo 我哋咧會稱之為係一個 loyalty base 嘅 logo，去 recognize 翻所有公司咧持續咁樣喺我哋呢個計劃入邊啦，同埋持續喺可持續發展工作入邊嘅一個工作。咁係所以咧同時間會有2種嘅logo 會出現俾大家嘅。咁咧我就今日就不能透露太多啦，咁所以咧我哋就鼓勵你哋咧上去 S+ 呢個網站去報名參與翻我哋S+ 嘅活動。特別推薦咧就係 M2，而家咧如果你會見到咧，我哋第一日咧就係 M2，係啦，2點半到4點嘅。第二日咧就係 M4呢個 session， 個曲係 M4， 咁就係都係2點半到4點嘅。但係咧，我亦都預告一下啦，就係嚟之後嗰幾日咧，其實我哋咧會增加多一個 session， 就會係喺 M2之後4點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個新嘅 session 咧，就專係講我哋 Caring Company Form B 同埋咧整體呢個框架底下咧，成個嗰個發展進程係點樣嘅。咁所以咧，可能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喺復活節後嘅時間再次登入我哋呢一個 S+ 嘅呢個報名嘅嗰個網站，咁樣咧就去揀選翻M2之後嘅嗰一個活動嘅詳情。咁而家咧暫時係未喺網站度會出現嘅，但係咧復活節打後咧，我哋應該就會有嗰個 session 可以俾大家。下個禮拜咧，我哋都會 Caring Company 會 send 一個email 俾大家去 promote S+ 啦，同埋重點話翻俾大家聽，邀請你哋去邊幾個 session。到時如果收到 email 嘅時候咧，都可以 through 我哋個 email 嘅連結去報翻名，就係頭先講嘅 M2 啦、M4 啦，甚至話我哋將會新增嘅一個 briefing 嘅一個 session。喺 M2 之後同埋 M4 之後進行嘅。咁希望大家咧到時多啲踴躍參加我哋 S+ 嘅活動，亦都去了解翻我哋整個 Caring Company 嘅安排，係啦。咁我諗咧，今日大概去到呢度啦。咁有啲問題咧，可能係一啲個別嘅公司去問一啲嘅操作嘅。咁今日咧，希望我哋嗰個系統嘅示範咧，其實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如果想重溫嘅，可以喺下個禮拜呢個復活節假之後，可以咧去我哋個網站度睇翻我哋嘅呢個片段，去 review 翻某一個 session。如果你對嗰個操作有疑問嘅話，可以特別去翻嗰個 session 度去再睇翻。咁而我哋咧喺個系統入邊咧，亦都會上載一個使用手冊俾大家去處理嘅。係啦，而家已經有㗎啦，同事話好快，佢哋而家已經做咗㗎啦。咁如果真係對整體嘅安排仲有唔清晰嘅地方有疑問嘅，歡迎係 send WhatsApp 啦，同埋 send email 俾我哋。但係咧，因為由於我哋呢個 enquiry 咧實在數量太多，都真係要大家咧請即係見諒，可能要耐心等待我哋嘅回覆。我哋咧會適時地安排逐一咁樣回覆大家嘅。係啦，咁我諗今日嘅呢個簡介會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哋希望喺 S+ 嘅時候見到大家，咁我哋咧可以再同大家講多少少關於我哋成個計劃嘅安排同埋最新嘅進程。唔該晒，拜拜。